这几年高中专业领域的老师是真欠人。教育部去年年底放认可专技老师的制度，只要符合一定的资格，就会当来考。那通过就会使来教高中。台湾半导体甲高科技产业正兴，这几年部分高级老师，尤其是工科类老师转职，在普通高中这2年要招物理、化学甲自科等领域的老师，一派一摆就招全。理工科的老师哈，包括物理化学了哈，在那个科技大厂的那种机会还蛮高的。我们在比较市区的学校了哈，倒是还没有说要招很久，考的人有变少了。但有些学校是很难的哈，因为它可能位置偏远了哈。普通高中自然领域老师欠人，校长就感觉，因应这种情形，教育部去年底放任原本加拿大高级14个全职老师到普通高中有一定资格产业人士大专老师，透过精选应加做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科、生化科技、加自性科技这6科的高中老师，任职2年来爱修完8教育专业学分。教育部最近搁发函国大专，鼓励大学教职员转职，专中教理事长高中老师比范前回，敢若修8学分，无法度包含教材教法、加青少年心理学等核心专业知识。大学跟高中的老师在教学上面差距一定是很大的，所以高中生其实还要有不一样的一些教学技巧。这个东西都是需要这些老师还要再琢磨的部分。中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副理事长、新北市新庄高中校长谢金城选认为，大学老师有教学能力，应甲大学生互动，面对高中生毋是问题。不过无论支持或者是反对，教团拢表示无甲可能起因即卖大专教职员转职。不过捌伫退场设立大专教册老师会有意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